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我嘅冥想頻道。姐姐心靈燈塔密語，我係姐姐 Pinster。今日我哋會進行一個10分鐘內在宇宙醒覺。揾一個安靜嘅地方，輕輕閉上眼睛。讓你嘅身體放鬆，坐喺一個舒適嘅位置上，感受你嘅身體同地面嘅連結，穩定而安定。而家，我哋由呼吸開始，吸氣，呼氣。吸氣，呼氣，想象一下，你正在坐喺一個巨大嘅藍色水晶球上。佢閃耀住柔和嘅光芒，支撐住你，保護住你。你感受到一股溫暖嘅能量從水晶球中升起，穿過你嘅脊椎，進入你嘅心裏面。每一次吸氣，將宇宙嘅光吸入體內，每一次呼氣，釋放緊張同埋雜念。吸氣，吸入光明。呼氣，釋放與放下。喺你嘅周圍係無盡嘅星空，閃耀住無數嘅精神。你
精神同在。你嘅本身就係一道光，讓心靜落嚟，進入寧靜嘅中心。喺呢度，冇時間，冇壓力，只有當下。感受呢一份寧靜，讓佢包圍住你。想像一道光柱從宇宙中心降下，穿過你嘅頭頂，進入你嘅心輪，你與宇宙連結，你係宇宙智慧嘅伸延。喺呢一片光裏面，感謝自己嘅存在，感謝喺呢一刻嘅平靜同埋知覺。你值得被愛，被接納，被照亮。將意識慢慢咁帶回到你嘅身體，感受你嘅雙腳，雙手，呼吸，你仍然坐喺嗰一個水晶球上，但你已經準備好回到現實世界。吸氣，感受新嘅能量。呼氣，帶住平靜與清晰。當你準備好嘅時候，慢慢張開眼睛，帶住呢一份光與寧靜，
走入今日嘅旅程。保持靜坐嘅坐姿，讓呢一份感受沉澱。你已經同宇宙對話，而家帶住呢一份連結，溫柔咁前進啦。